飲茶，妹妹受傷了。小朋友喺聽故事嘅時候，可以留意字幕上嘅內容提示。拜完山之後，爸爸媽媽、哥哥同埋妹妹就搭小巴去酒樓飲茶。到達酒樓之後，門口嘅侍應就帶佢哋入座。入座後，爸爸喺點心紙上邊揀點心，媽媽就清潔餐具。然後爸爸將點心紙交俾侍應，媽媽就幫大家斟茶。大家一邊飲茶，一邊等候點心嘅到來。過咗一陣，侍應用點心車送來一籠又一籠嘅點心，十分豐富。爸爸、媽媽、哥哥同埋妹妹都食得津津有味啊！哥哥同妹妹食完點心之後，就離開咗座位，喺酒樓度追逐。因為妹妹見唔到前邊有人，所以唔小心撞到揸住熱水嘅侍應，結果俾熱水燙傷咗手臂。因為妹妹覺得手臂好痛，所以就大喊起嚟。爸爸媽媽喺聽到喊聲之後，即刻過嚟安撫妹妹，然後佢哋即刻搭的士帶妹妹去診所度睇醫生。想知道妹妹喺診所嘅故事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！